係，大家好，我係阿 Keith 啊。咁上次同大家介紹完呢一個大亞灣同埋呢一個惠陽之後咧，咁就有客就問：喂，有冇啲喺嗰度區有啲新盤係好近深圳嘅？嗱，今日咧就揾埋阿 Marco 嚟啦，咁就睇下有冇啲新盤可以介紹俾大家啦。阿 Marco 點睇啊？喂，hello，大家好。咁如果你想揾非常之近深圳嘅大盤咧，或者新盤咧，同時預算亦都唔想負擔太重，即係價錢要抵買又平嘅，咁啊大華悅庭呢個盤咧係絕對值得重點推介俾你嘅。咁到底離深圳有幾近咧？佢同深圳嘅直線距離咧，大約只有500米左右到嘅啫，係啦。咁啊最好嘅係咧，就係屋苑本身都設有穿梭巴士咧，就來往呢個深圳地鐵14號線嘅坑始站嘅，係啦。咁班次都非常之頻密嘅，每日來回班次大約20班車左右到啦。咁啊車費好平啦，大約5蚊人民幣嘅啫。咁啊車程方面咧，大約係10分鐘左右就到噶啦。咁仲有一道好處咧，就係落車嗰個位啊。就係深圳嘅大型嘅購物中心，叫做金田購物廣場。咁裏邊好多嘢買，好多嘢食嘅，買嘢食嘢睇戲咧都齊備㗎啦。咁啊一步到位嘅，個商場好似都好大，係啦，都有成50萬尺，非常之大嘅，好大啊，係啦。喂，咁啊落樓又有穿梭巴士啦，去地鐵站啦。喂，咁其實如果沿住個地鐵嘅話咧，咁其實就有咩好嘅商場可以俾介紹俾大家？其實搭多幾個站咧，就可以去到深圳嘅大運站嘅。咁一出站就係Coco Park 啦，同埋山姆會員店嘅。咁無論你想大量入貨，想買一啲日用品啦，或者係休閒消遣咁樣咧，都係一站式滿足嘅，非常之方便嘅。喂，咁近深圳真係好方便啦，唔怪得知咁多客咧想揾啲近深圳地鐵站嘅惠州樓啦，其實就咁如果我唔去深圳啦，咁平時喺樓盤周邊啊，咁買嘢食嘢嗰邊又點樣嘅情況咧？咁其實周邊嘅生活配套咧，亦都係已經係好成熟㗎啦。咁啊住戶咧，亦都可以行路啦，行路大約5至8分鐘咧，就可以去到附近嘅塘井市場，即係街市，係啦。咁啊亦都會有大潤發超市嘅。咁所以你日常要買新鮮嘅餸菜啦，買日用品等等咧，係完全唔需要揸車嘅。咁啊淨係行幾步路咧就可以搞掂㗎啦。咁幾好啊！係啊，方便嘅。喂，咁香港客最關心咧，就係話由呢度返香港，以至去深圳嘅話咧，個交通時間幾耐啊？咁其實呢度嘅交通網絡咧都非常之強大嘅。咁由穿梭巴士去到呢個坑始站啦，之後咧，其實就可以坐地鐵，大約40分鐘車程左右到咧，就可以去到福田嘅市中心區嘅。咁如果要再返香港嘅話咧，經地鐵去到呢個羅湖口岸啦、蓮塘口岸啦，或者係福田口岸嘅話咧，都係全程只需要大約1個鐘頭多啲嘅啫。係啦，咁同你喺香港坐屯馬線啦，由屯門坐去呢個馬鞍山咧，都係差唔多。係啊，差唔多。係差唔多嘅。咁最重要嘅係60歲以上嘅長者咧，係坐深圳地鐵咧係完全唔使錢嘅，係免費嘅。呢個係啦。喂，咁屋苑咧有冇穿梭巴士咧去口岸嘅？有啊，屋苑每日咧都有2班車來往呢個蓮塘口岸嘅。咁啊，車費大約10蚊雞人民幣啫。咁車程幾耐啊？大約1個鐘左右咯。同地鐵差唔多啦。係啊，都好方便嘅。喂，咁交通同外圍配套咧，真係幾吸引啦。咁但係屋苑內部嗰個環境同埋呢個建築品質又點樣咧？咁啊要講到發展商啦。發展商係上海嘅大華集團嚟嘅，咁係國內嘅房地產50強企業嚟嘅。咁除咗國內啦，咁澳洲都有佢哋嘅房地產項目。咁所以咧，佢哋係具有一定嘅國際開發經驗。係啦，咁呢個盤嘅品質非常之高啊。咁佢哋嘅物業咧，外觀方面係設計係好現代化啦。咁亦都係用咗好多面積嘅中空嘅玻璃。係啦，咁所以佢嘅物業嗰個叫做採光咧，亦都係非常之充足嘅。係啦，咁啊隔音隔熱嘅效果亦都係非常之好嚇。咁啊入戶大堂咧係日式酒店式設計啦。咁電梯亦都係用咗高品質靚牌子嘅上海30電梯嘅。咁幾好啊，真係。係啊。
咁屋苑本身有咩設施啊？咁大華悅庭本身係由11棟住宅同埋公寓所組成嘅，咁佢哋嘅規劃亦都有商鋪啦，咁同埋有中央園林嘅，咁仲有就係健身室啦、社區書吧啦，同埋緩跑徑啊。平時如果啲住戶要做運動啊，想要散步啊，或者帶小朋友要去睇下書啊咁樣咧，都有晒地方嘅。喂，咁啊最緊要啊，係嘛？即係依家目前咧就住宅單位咧就有咩選擇啊？價錢有幾多咧？佢哋嘅單位而家個建築面積咧就大約由800尺至到1000尺左右，咁啊有3房同4房嘅間隔嘅，空間非常之實用嘅。咁啊部分單位咧仲更加有超闊嘅6米超大客廳嘅開間，即係啲華廳啊，係啦，超大客廳嘅開間，南北對流嘅，咁而且就係精裝修交樓添喎。OK， 咁啊買完家私咧就可以即刻入住噶啦。咁啊發展商而家做緊特價推廣，咁啊限量特價單位咧，3房單位大約由66萬蚊起啦，4房單位大約係94萬蚊起嘅，咁啊要把握機會啦。咁其實對比翻深圳坪山啦，每平方米住宅都要講緊3萬幾平方米啊。咁我買個3房喐啲都200幾300萬嘅啦就。咁即係呢邊個價錢都真係爭好遠啊！其實就冇錯啊，其實買惠陽呢邊咧就係用惠州平嘅樓價，係去到享受有深圳同埋惠州嘅配套嘅，可以話係雙城配套啊。咁亦都係買到一啲高性價比嘅物業嘅。咁啊，無論你翻香港啦，去深圳咧，亦都係夠晒方便嘅。無論你去週末啦，往返呢個深圳啦，去探親朋戚友啦，或者係退休長住啦，咁都可以大幅降低你買樓啊或者係生活嘅成本嘅。咁好啊！今日介紹到呢度啦。咁大家如果想了解大華悅庭最新嘅一啲特價單位啊，以至到係點樣去現場睇樓嘅話咧，記得打電話或者 WhatsApp 我哋中原海外啦。咁阿 Marco 佢嘅團隊嘅話咧，都可以安排帶大家去現場睇樓㗎。咁啊，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呢條片嘅話，記得訂閱我哋個頻道啦、like 同埋分享呢條影片俾大家。好，咁啊今日到呢度先啦，好嘛？好，多謝大家。咁啊，希望下次再有新盤可以推介俾大家㗎啊！拜拜，拜拜。